们父子俩，哈利路亚，阿门！我在为你们好，我是要说的大事，我这个时候就是来到家，为了给你们传导这个教导的，或者是为了给我们拯救。今天的教导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假名字，这个是到底怎么？这个是就是有些人都在教过这个名字，他们是怎么悟出来的？就说没有人的要解脱他们的罪，我就是不解脱你们的罪的话，就是假名字。那为什么要说全部呢？传播你们这个名字，就是要解脱呢？解脱你们的名字，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如果你们记得这件事的话，就是这个名字要证明的时候，就是有天使来传告的，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就是来自天上天那里。我们的观察要查一下这关于这个经文，应该是在马太福音。我就想引导你们，这个名字就说不属你们的人俩，那时间来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名字就转过来了。就是当时有天使来转告这个名字，那这个就是在来自天上的，那就是你们在这个这个世界啊，就是要听从来天上那里，不是你们这边来掌控上面的，因为所有的，因为你们就是要想，就是要把那个上面的事情的要想掌控的，就像是你们的智慧呀，你们的研究啊，你们的搜索啊，因为这都是魔鬼，你们这边都是属于魔鬼，所以这个就不可进行的。凡来自的天上天的，必须要从上面有讲过来的，那这个就是通过那个天使来转告这个名字，在马太福音第1章，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20节，请你来认真听一下这个经文。我想阅读一下这个，然后就给你说这个假名字，就是你们随便起这个名字，然后你们用那个希伯来语言的话，这个证据就是来自天上那里。因为现在就是来证明这个名字的话，就是要用你们的希伯来的话，因为你们已经把这个名字灭绝了，所以你们就不知道这个真理这个名字就是不属于你们那里，乃是来自天上的。我给你们已经早就说过了，这个名字不是在你们那里，那你别说你是来自哪里嘛，我就给你个简单的答案。如果不是来自哪里，我就是给你们做的是一样的，都是要产生的罪孽的，因为人类就是要除掉他自己的罪的话，这个就对我们来证明的。这个就是来自天上天那个天使就可以给你们证明的，它是来自天上。所以你们把这个名字灭绝的话，你们就随便用那个希伯来的语言来这个名字的话，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限制的道，然后就把这个限制的道要带回就把这个经文给你们看了。只是现在就是来自天上天的，我就给你们说过了。在你们的经文上面真的有这个经文说这个，但是不是太的确的，因为这个就是给你们一个线索。我给你们说那个要说这个名字的话，这个本来就是来自天上天那里。天使来试着给你们说这个名字，所以你们通过那个犹大人把这个名字灭绝了。在这个时候，就是来自的天上的真弟弟也是来了，要给你们说这个名字不是属你们的世界，因为是来自天上天的，你们这个上进的都是来自天上天的。正4年这时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把尽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孕的是从上灵来。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赐名叫耶和华，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名就是要叫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名字就是来自天上殿的。你们为了这个时候公子自己啊，因为你们就是数遍起那个名字，以色列的都已经把这个名字灭绝了，却你们不知道。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上帝的天使来赐这个来状告这个名字，叫那个人的要把这个名字灭绝了之后啊，你们就不知道，那必须就是来自天上天那里来把这个名字状告你们，那就是你们就是说一塌糊涂的事情。都是来自的来自的上面那里来拯救你们，不是你们随便这边，就是这个拯救的名字来这的时候，你们把这个名字杀掉了，魔鬼喜欢这个名字要灭绝了。那就是魔鬼的儿子，你应该想通了，因为你们的本身就是有犯罪，你们怎么要灭绝这个名字？你给我一个答案。因为以赛亚记者说在第90章第1到第2节，就是犯罪的人没有上帝听他的祷告，就是那个犯罪的话，你怎么要宣布这个真名字？只要你们把这个名字灭绝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再知道，就是那个是动脉的被你们杀掉的过后，就是你们把这个名字就灭绝了，然后把他们改成了耶稣啊，这都是你们自己起这个名字。因为你们把这个名字灭绝了之后，那就是那个证据的计划就没有啊，你们都变成了，你们就成为犯罪，那怎么？现在就是你们是犯罪，就要起这个名，要宣布这个名字，因为你们连那个以色列的都称呼这个耶稣，因为他们都是对这个上帝他们真的不理，对他们这个是没这个拯救啊，对他们是没什么兴趣啊。所以为了这个，西家就说你们真是疯狂的，因为如果这个是这个连你们在那个受上的上进的都是做了，因为有记者说你的上帝啊，你的宝座就是永远的，就是你的上帝啊。就是按照那个诗篇的话，就2位上帝，因为这个就表示不是父亲那也发是一位的上帝，所以他们不管这个，所以这个都是上帝说的，连这个他们都不知道，因为来自天上天的必须把这个教导要放回来，因为就给你讲，这都是那些教导，你要查一查，别这样了。但是你们都不听的话，然后在模糊的日子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要拆耶和华的弟弟，我就是来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说要把这个名字回到本来，那这个就是真名的，要全力传这个真名的话，就是必须来自天上殿的，在你们的圣经上面就说不要把商务给搞。这个都是你们都知道这个经文，还不要把珍珠丢在猪上面，恐怕他又会过来咬你啊！那就是那个生物，不要把生物交给那个不生，因为你们不是不生人的话，怎么把这个生物交给你？确实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你们都是犯罪，你们怎么宣布这个真的名字？你们应当相同的，就是按照那个以赛亚的话，以赛亚第19章第1到2节，请你认真听下。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的，不能拯救，
耳朵比分发成不能听见的。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是大人连不听你们的，那就是你们的犯罪的话，他就是不听你们的祷告。那在你们中间，谁能把这个名字能宣布这个名字，就是你们的，你们是犯罪啊！因为他说不要把那个生物给搞吃啊。那这个高就是在那个圣道城外，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现在能出来的话，就是能除掉人的罪，就是这个不需要你们不要通过你们的数学。因为这个是从天上天来降落下来的，必须来自的人的才能把你们的罪解脱。所以你们都是没有一个人都能除掉你的罪，你们都是一塌糊涂啊！我们来查一查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文就是不要把商务给搞。马太福音第7章第6章，不要把生物给搞就是说你不要把生物给搞，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主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高就是在那个上帝的城外，就是在天上殿的外面。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那个高就是在城外我不知道这个是在那个启示录，应该是在那个启示录第20章第15节。启示录第22章第15节，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比你这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那就是权力要在那个上帝城外，那就是那个上帝所有的东西不要给你那就在那个上帝的外，那都是犯罪。那你们犯罪是不可以宣布这个真正的上帝的名字，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因为不要把生物给搞，不要把那个生物给那个犯罪。上帝不听他犯罪的祷告，你们怎么宣布这个名字？这个就是从那个犯罪那里主要宣布出来。那这个也很道理，就是那个犯罪宣布一个这个名字。那这个就是给你们那个证据的话，你们就是在你们的罪孽上面，然后就说你们是不会说那个希伯来语，谁给你讲的？就是这个呀，我说的名字从那个希伯来语出来。这个就是有使徒们把这个名写在上面，那就是你们把那个使徒们杀掉之后就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就是那个父耶法，就是他已经叫你们不要再提到他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赐给你那些下来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名字要赐给我，那就说有放求过这个名字，这个父亲也把他名字都除掉的罪，要我说就来说。那现在就是西家来说，因为这就是一条法律，为了拯救你们，那就是这个教导就是要除掉你们的罪，就是不属于你们这边的，那不是要用那个上帝的话也研究的话，就是按照我有详细的话，我要考虑的话，就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来自的，但是你怎么把这个名字？只要这个民族灭绝了之后，就不在你们的圣经上面。你们是有犯罪的话，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你们都是犯罪，你们怎么宣布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个是那个民族带着拯救，却那个法律记者说不要把商务给搞。那你来说是你是到底在哪里西家不是在属于你们，我西家是直接的给你个答案。如果西家是属于你们的话，来自你们的话，那就是跟你们做一样的，因为就是他是代言你们所被杀在被死定在十字架上。
你们就是浪费力呀，因为你们不会给那个顶上殿的要调整的话。如果是夫妻那方要说不说的话，那就是没话可说。因为现在就是报仇的时间都到了，那你要准备好。所以为了这个，大家都一直在要去在叫你赶快回来呀，因为这个灾祸必须要到。我们现在就是有证据的计划，我愿意你们就应当听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表示爱。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教导就要宣布出来的话，就叫人从罪孽解脱出来。因为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下面的话，就不会把那个好的东西给他，因为这个就是那个解脱罪的教导要放回来的话，就是不。那个约翰十系列的话，他不是说这个世界啊。假如说我给那个以色列的讲话，因为他是被指定的要杀掉了，然后你们就赶快把他杀掉了，因为就是要为了他又杀了他杀的原因的，他杀了证据的因为他是个上帝的话，因为他不会被杀掉啊。因为是获得的说，他就通过他亲弟弟的话来报仇，就是尽父耶法所差来了拯救。那这个民族宣布的话，对你们就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就是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到这个话语，这个道就是因为这个是来自天上，却要无说的大师级家给你这个线索，然后你们说就是那些书边说的话，就是你们有自己看了，就是那些犯罪的人说很多假名字，却呢就是要除掉你们的罪的话，假如说摩西给你们说话的时候都是通过摩西啊。上帝给你们说话的时候，通过摩西必须在那个来自天上殿呢，要我说来的时候，都是来自天上殿那里，都是那个有个天使被差遣了，有转告这个名字，然后那个要我说的名字，这个就不会再放过来呀。这个名字不会再放过来，除非就是来自天上殿那里把它放回来，才能放过来。因为这个就是要放过来的时候，与这个名字同在，就除掉罪。这就是在无刷里面，不是你们随便起个名字，然后用那个希伯来的字随便起名字的话，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来自天上殿的名字，都是为了他的所赐给我们的拯救，然后他在那个他就称呼，他就叫也无刷，这是他的在上面那里的名字，不是你们说这个下面那就随便起他的名字，这是来自天上的。但是我给你们说，这个是用那个希伯来字可以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因为也无刷不是马达加斯加的语言，不是法国人的语言，不是英国人的语言，因为这个是以色列的语言的，那因为这个是以色列的语言的话，他们就会阅读这个是要无刷马达加斯加人会阅读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为了这个我就说这个是来自天上殿的，不是属于你们这边，但是我们可以用希伯来字把它写下来。使徒们都也是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要无刷这个名字，那这个必须要写上去啊，那就是那个使徒们的要写下来的，说他有听那个声音的，然后他就按照所听见的来写下来，但是没有说要无刷拿那个白纸拿的那个钢笔就是来写，都是大家都能称呼这个名字要无刷，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但是那个声音听起来的时候，就是听那个声音的时候还有他那个父亲就是亚耶法，这个不会在那个犯罪人那里宣布出来，就没有罪，就是来自天上殿那里，那才能宣布这个名字。
与他同在，就是除掉罪，这就是要说，为了这个我说的大事就说他的名就是要说，谁不来人都会就会称呼这个名字，在摩西在约翰的福音都有这个，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那我们来吧，就是要听下你们所宣布这个假名，就是那个犯罪人所做的。我们就是在那个黑板上面也写下来，我请你们那个技术员把这个黑板写在那个屏幕上面，这个都是他们的书编辑这个名字。那我们就是他们就通过这个来宣布这个名字，根据那个以赛亚书有的sin vav 然后这就是一种的，有的sin的发这种的，就是他就是来从这个是真的，但是没什么做，有的，嘿，然后sin，接着这些就是他们通过那个方人的，就是通过这个来随便记这个名字，我把这个画下，你们就知道那个人生所做的，这都是在那个圣经上面的，等是他们把这个要放出来的时候，就是各个都要放出来。这个在以赛亚第52章，我们想把这个与那个希伯来，因为这些都是希伯来语应该是第7节，我没记得清楚，应该是或者是第6节，或者是第7节。就是那些犯罪的人都随便起这个名字。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这个就是有那个一刷这个就是那个字，就是我刚才画的，这就是有刷。就在这里我把它截图下，然后给你们看了。我把它截图这个有点，然后再给你，这就是在这里，我们先把它截图，这就是一种那个然后我们把它要放到这边来。就在这里，这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是有人在起这个名，就是这个，就是在这里。一刷后面结尾就是有那个爱字，我们再截图下，然后这个就变了放大。这就是然后就是为了宣布那个名字的这个就是现在放大了。他们通过这个名字来起这个名字，我们再放大一点，因为这个是已经做的好一些。我再给你教育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他们做这一家，这是第一种的。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就是有的心，然后就是那个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第52章然后就是一刷，这个是我刚才在那个黑板上面写上了。一刷，
在这个就为那个一就这样了。在这个字上面，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你教导，然后就是有产生了自己怪怪的名字。我们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第一个，我们在那个民数记那里，或者是在8:8，在那个民数记第13章。另一个就是通过这个，都是他们都随便宣布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就必须按照他们的原意来起这个名字。我给你们就说过了，就是在你们的圣经上面有这个，但是我没有说这个是非因为放哪里呀？因为我说的名字是来自哪里啊？所以这个不是太明确，所以你们这里不是太明确的，因为它是来自哪里啊？因为必须要来自天上天那里，这个名字才是真的，与它同在的说才对掉，那就是那个法语怎么说？他说我们应当，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也无所，就是放出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书面，在那个后面右边的，在最后，我们想把它就是我们刚才做的，我们必须这样做的，为了教你们知道，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方式的产生的错误啊。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如果它不放大的话，我们就把它截图这个应该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这个应该能放大一点，这个就是那个另外一种的名字，我把它放大，这就是那个人的要随便起这个名字。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都把它们擦掉，这个不需要我们把它擦掉了。我们只有这个大的，然后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把它擦掉了。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我们把它裁掉了，把这个裁掉了，这些都裁掉了之后，我们就剩下的就这两个，就是这两个。这是那个一种的，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这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就是这一种的，就是在那个民数记，这个就是在那个写在那个黑板上面有的合法的信这个就在民数记。那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有的新法就这样了。那这个就是因，然后我们把那个说到那个教导关于这个就是这样了。在这里有写上那个法，我把它忘掉了。这个它在哪里它在哪里那个黑板不见了。这个还有那个在这里还有那个以后，我们就是用那个黄色的笔来写上去，为了叫我们能看得清楚一点。在这里有那个法
然后这个绿色的我们把它摘掉，你打本来的地方不是在这里，它应该在这儿，在这儿。因为它不需要跟那个黄色的放在一起啊。那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要宣布耶和说，那我们就是用那个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就是通过这个耶和说，他们在下面加这个符号，就是变成了一，然后就是变黑，他们就把黑留下来，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变成了说，然后耶和说的名就是从这个宣布出来。那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就是这个约书亚，因为在这里有那个两个符号，那就是它就读法就变成了那它就是那个约书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它就是那个约书亚。我们在那个要通过那个把根据这边所写的。对了，这个约书亚就是在上面那边，就是在那个我们在那个约书亚，因为这个约书亚就是变出了耶和说就这一次，这个名就是耶和说等于耶稣亚，我们都能看到就是你在向耶稣敬拜的话，都是要敬拜耶稣亚，因为这个耶稣是个别的，因为他那个写法我给你们已经讲过了，我给你没有讲过，我们已经给你们讲过了，在那个犹太的语言用这个有说，因为你们这个有说就是你们随便起个名，都是人的，随便起这个名字，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没有除掉你们的罪，因为你们都想要敬拜有属呀。这个是希伯来的圣经的，这个是我刚才给你说那个马索来，请你读一下，就是希伯来马索来的文字，就是在那个公元2200年的公元400年的左右，那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名字，就是要称呼耶稣亚，就是跟耶和华是没啥不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起名，这个错的假的名字，因为这个就是假的，因为这个是耶稣亚。那这个我在这里没有给你们讲过耶稣我给你们教育是耶和华写法的都不一样，因为他的名字是在里面的。所以我给你们说，这个名字不是来自这个地上，这个是来自天上的。这边有那个线索，我就给你们说，这边是那个有个线索。我给你们说，在你们的圣经的有个线索。那这个名字就是那个使徒们来写在圣经上面。那他们来写的时候，就是那个使徒是被杀了之后，那个希腊人的就把这个名字改了。那这个就是你们就是常务的都是有数呀，你们所教告的就是假的。那这个耶稣是在哪里冒出来的？只要你把这个也要去掉的话，就是变成了耶稣。这个就是那个犹大人的，就是他们想要作为犹大人的，其实他们不是犹大人，他们把这个去掉了，然后改成了在下面加一个符号。因为这个他们加这个符号的时候就变成了然后就心，我们想把这个拆掉了。对了，然后就是心
然后就是这个又被放了，然后就 S20在这里，他就宣布了，就一说这边他写的是无，或者是鱼，然后后面就是这个一说的话就是从这边出来。都是那个人列的，他们随便起这个名字，放秋高这个名字都没有除掉他们的罪，没有除掉他们的罪，就是放秋高这个有说没有除掉他们的罪，放秋高这个有说都没有秋高他的罪，因为这个有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有说一边起来这就是这，然后这数。这就是那个耶稣这个就是那个因为是自杀死 G S U 因为我是留下来，然后他们就后面就说加那个 S， 这就是那个结束G 留下来就是在自杀死，在就是那个接受或者耶稣都在这，他们都是受编辑这个名字的，都是受这个，都是来自这个地球上，都是那个犯罪的人的，自己要宣布这个名，你们是犯罪，因为你们是改这个名字，你们怎么除掉你们的罪？你们这些名字都你们自己宣布出来，耶稣这说。就是从我们从读法的，就是从右边到左边，那他们的写法，那个犹大人的写法就是从右边到左边的。这个一说，这个跟释迦说的角度真不一样，因为释迦是非常的，他就是也胡说。因为我跟你们说，那个犹大人是阅读这个。因为在他们的圣经上面有这个，因为摩西得知道，因为父亲也发说必须要记这个名字才能得到拯救。为了这个，就是摩西的心声把这个名字改成了耶稣。但是耶稣也是不能带父亲的名字的。那他们就把他这个改成了耶稣，因为你们看到现在在记这个在求告这个名字我说谁给你们讲的？我说的名字在那个希伯来的上语言里面的。如果是你们说那个识读的话，那就不错，因为现在写他所做的事，还有他是代替他名字的他父亲的名字。因为这都是在摩西的书上，还有摩西写给他的诗，还有那个证据都是由摩西来写的，就是这个耶稣就编制了耶稣呀，那就是你们都看到，你们真的非胡说，真胡说，因为又通过这个就是那个伊斯兰教，就叫那个上帝的儿子叫以撒，因为他把这个要的，然后把那个心。他们就调过来不读这个法，对那个伊斯兰教来说，他们就这样做，就这样写。这个对那个伊斯兰教，他们把这个要的，把那个心的爱因，他把爱因的留下来，那就是他们就要记这个名以撒，这个是假的名字，以撒。这就是那个以撒他们所求告的，就是这些都是你们的自己记这个假名字的就是这个从右边写法读法的，就是从右边到左边就是你们看到这个简，你们都能看到，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那就是让西家说
你们是自己说，你们没有想动了，这个名字是由天使来宣告，那你们就说没有除掉你们的罪，因为要除掉你们的罪的话，就是要来自天上殿的。只要来自天上殿的人，你们就要除掉你们的罪。因为你们随便自己说的话，你们就没有除掉不了你们的罪。就是你们就是现在是罪的犯罪，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转过来的，要说这边的，因为要说不是来自你们这里，要说西家已经教育过你们的，这个是在那个四伯的上证上面，我们想把这个擦掉了。因为这个都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的话，为了这个都是通过那个以撒、那个耶稣等等都是出来的。这个让你们要详细考虑的话，因为这个都是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个希伯来这个上进的，比如说是你们不会说那个希伯来语，这个你说这个不是希伯来字嘛？那这个什么语言的？那就是对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说那个话，对，就是这个呀。我给你们已经教育过，但是要带父亲的名字，这个就是那个呀，他就是带父亲亚法的名字。我给你们说那个成就是50几位就是亚音，你要看到这个50就是我给你们讲过了，就是那个圣经的有个在那个圣经有个线索，因为他证明的就是我说就是在称呼他在定圣殿那里，就是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定时来宣告的说，但是不是给你们说这边那个狮子，还有那个听那个手动们的，只他们除掉罪，与他们动在都除掉罪啊，那就是呀，火星25那这个就宣布出来呀，我说放求告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来自天上殿的，就除掉罪。我给你说过了，你要到这边来，你才能除掉你们的罪。这个不是马达加，这个没有说是马达加斯的语言的，或者是中国的语言的。因为在你们圣经上面那个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给你们的，摩西是这样说的，这个呀都是摩西说的，这个反而是摩西说的，那就说我的教导就到这里，真正的名字就是要我说这个是来自天上殿那里，那这个只是来自天上那里，就不是你们的来随便起这个名字，只要你们不除掉罪的话，就是我给你说，就是假名字，这个耶稣没有除掉你们的罪，这个耶稣或者基萨斯或者你们怎么称呼这个都没有除掉你们的罪。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稣新生的，没有除掉的。而那个以撒就是那个伊斯兰教所写的，都是没有除掉罪。他们都是他是拿那个犹大人的，他们都随便搞。罪洗下来了，就是说这个名字要除掉罪孽的，但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那个犹大人的不去把上帝把他杀掉了，别再保养他。你要现在听这个教导的话，原有那个犹大人要转过来到真正的，因为你们做的已经超过了，因为你们已经杀了上帝，你们要转过来在你们所杀的，因为要我说永远不被你们杀掉了，与他同在都除掉罪。又给你们的犹大人说，你们把他杀了，因为把你们除掉的罪，他做了伟大的神迹，他永远不会杀掉，他亲地来这里来告诉你们。这个真理你永远不会被你们杀掉，你们是人类怎么杀掉上帝这个事情不会再发生。现在
我对那个犹大人的呼叫，我在全世界呼叫，这就是你们拯救。你们的救助，大的名就是要我说，大的名是来自天上天的，不是你们随便在这个地图上，就是不是你们犯罪要宣布这个，这就是叫做西家来宣布这个名字，与他同在就是除掉罪，这就是上帝的目的，就是说你不要再犯罪，这就是说你不要再犯罪，就是要我说所传给你的，不要。要跟随他，因为他是伟大的先知，他是真正的上帝，他是至高之儿子，可以敬拜，可以匍匐在他。那这个就主要的善良，我的教导就到这里。我说把有你们上帝的智的恩典，把有你们在我说里面，我们就一起祷告就结束了。亲爱的父耶和华，非常荣耀归你，要我说，亲爱的要说。亲爱的父耶和华，请你把有这个教导，就是你所赐给那个善良就不会再被灭绝了，要叫那个犹大人能记住，就在他们的相代，因为他们的祖先真的都会大糊涂的事情，叫他们呢转过来，因为要到这个教导，就是要我说，要我说，请你把那个所有的人的要转过来到你那里。你的教导已经非常清楚，请求他们要赛跑去你那里，因为你所赐给这个都是非常美好的。要我说，请拯救他们，除了你的名字之外，没有拯救他们。你的名字要我说，这个不是属这个世界，乃是来自天上。要我说，拯救的名字，除掉人的罪，叫人不再犯罪。要我说，请你叫他们要想动，要赶快这个拯救。因为我们巴不得马上回家了，你的所有的亲的弟弟都要巴不得要马上回到你那里，请把有这个教导，为了给他们好处，为了他们能给他们个拯救。亲爱的父亲耶和华，荣耀归你的，我凡有说的名字做的这一切祷告，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就说到结束了，要我说的，要我说是向你再见，下一课的。